意思，奉了万岁之意，托祖王后，已经托祖王后一见完成，因当然回朝救子，来到此地，众人签协衣冠，来人啊！在前往衣冠。遵命。大人，头前有人动怒，黑位五子口中吃汉言风。是，将人带上来。遵命。参见大人。来，姑娘，你按多么个名相，有何言可的呀？大人，小五名喊陆秋松，犯得梦也极不应该，地法犯法，总系给阿姊陆夫两来害死。刘秋松，放弃讲法。你讲犯得梦呀，害死你的儿子，你呀又会从何讲起呢？大人啊！寄送众人来相依，心上功夫已求情。王夫子啊，女啊，有什么言吗？秋霜啊，马嘿呀，总推呀树啊，时候啊，心呀粗啊，清风啊，中啊。
嘅本官来问你，又如何能得为做真义呢？我嘅阿姊，托梦有讲到，佢嘅身世被控在王府八国刘丽江。不过刘丽江，乃唐刀王此啊言呐，两个西南平啊，翻得那红啊呀，开年那米呐。不服啊，神啊，送啊，同下一年啊，一天啊，哎呀，你呀，将吹呀，你呐。一个民间唔知有办法讲出王府内两个建筑的名称，可见并非空穴来风。好，方才之间，唐儿的个讲，本官做的前世相信，你嘅儿子被反典所致，尸体一天做的在王府中请得到，暗过反典王爷势力强大。而反典复数人吹，强强也是有困难。那是爱查此案，必须要用计识牵拖。哦，有了，刘秋松，不言而此，你虽得本官进了王府之中，查探其实一番。多谢太人。暗过小五子进入王府中，非等闲之事，你必须要按样做。当然，准备前往反典王府。在处处莫生意，开基普阳阳归，此天是情心中言，错理难安心难平。那些传扬中人的反典理从也难题，以后用言来报美，为情心思送我金。王爷，王爷，此他人来了。哦，进来做乜解呀？外面唔是做乜解哟？罢了，来执四下迎接。做咩？王爷，此太人不讲道理，
不敌此太人来到，满出洋家，坚强坚亮啊！王爷，你真是客气咯，是我乡乡来到，江通王爷，送去王爷，你能得见谅啊！此太人客气了，你唔係封了自己獨處黃河，我不是已經完畢為回朝救子啊？嘿呀，下官奉旨，徒做黄河顽皮，渡河爱回朝救子，虽敌因为赶路错过二山，还有此地一关，又系王爷先进驻，所以心想，请王爷你能得体谅。那呀，煮茶罗顿，王府又系空乏的所在，下官心想，王爷嘅副总加乃一些。罗高一样咯，原来这位安阳人，无叫紧，无叫紧，说起来睇自家同朝为官，你也是我嘅同僚，当鬼人，爱本而该奉骗。是呀，王爷，你嘅做乜解？爹带了此太人到了客房嘅所在歇困，好好招待点么？遵命。此太人，请随我往去。哦，马上，等下，此太人啊，你今半夜来位家乡，我两位哦，有餐有晚参观都冇上过咯，突个后花园欠得咯。是呀，啊，来人问你一句话，为乜解后花园做唔得起咧？该位是呀，此太人有所不敌，后花园嘅所在，我嘅兵将朝前练武，你顺来这位文神之人，将会上到了你啊！原来就会安阳人，真是多谢王爷你的提醒咯。冲啦！此太人啊，今日有危险啦！来，请随我来。请。王爷，此太人，我已经攞佢帶去客房咯。是呀，马上请你多在，半夜了在吃房村，弃了其心，发现命案一样个啥？哼，你爱弟呢？佢吃房村，做官非常的称职，朝中子女睇一家，全部强拍佢3本啊！王爷，我就係驚佢會發現啊！唔知我個等人肯佢莫去解圍。哼，反正佢那是發現，愛死你嘅目標。嗌。哼！哎呦，我嚇死我喲！跟冷汗出流啊哈！哎，看來兩位啊帶唔得哦。利用暗部呀無人注意嘅時節，我就從個後花園來偷走，保我嘅性命較要緊咯。夜深人静。流离夜
人，先到八国琉璃者。好，刘秋松讲，刘培用被卖的八国琉璃奖，后发现所在，想不到曾经有八国琉璃奖的建筑，当然小心开灭下将来。遵命。太人，请到死体了。公园，曾经有刘培用给死守。阿姐，看到阿姐啊，心松悲啊！思索悲来不离。可係麻煩的啊，莫言什麼，回報自己，回是。一言为谁啦？一言梦啊！一次做法强似龙，强似龙。可恨反正啊，不应动啊！湮灭真吉母，天良我天良。阿姨，想不到刘姑娘的事，果然才是暗过被冇投诉，还爱走前投诉。来人，先将事数并查一遍，继续走前投诉吧。遵命。刘培用，刘培用，已经本该此逢春，来采此地，我来问你深夜判案。暗过只给你的实数，不给你的投诉，乃我以后为你主持公道，那是你四杂有灵，希望你做得指点，我乃都做得清多你的投诉。让人的为你深言不述啊！真是奇怪，为何才来一身的烟报，莫非是了不用差事？
那黑了不用在此，你就管家指点，用你的眼光前来引路，收起你的头数吧。迎风小时意，来到此边，看到芭蕉树，那个芭蕉树，见过人为高的前途，莫非头树被埋才是？来人，赶紧一位，看有头树无啊？太人发到头数。阿姐，你是何言呐？看到那子。天。